見到長發張卡片呢，代表我又要搬鋪啦。想講我自從26歲轉大運開始，每年都硬係要發生啲事要我搬鋪或者搬屋。6年時間，我前後搬咗5次鋪，3次屋。今次想分享下喺紫微斗數點樣睇到一啲成日會搬遷嘅動向嘅。首先第一個觸發條件呢，可以睇下原局或者大運嘅命遷線或者子田線有冇動向，或者睇返大運盤呢裏邊有冇一啲遷移或者田宅嘅宮位有疊到嘅。喺工作上嘅走動呢，亦都可以參考遷移同官祿嘅疊宮。不過都戴翻頭盔先啦，因為我哋嘅大運盤呢，無論順轉定逆轉，大家呢都好似大富翁咁，都係一格格咁褪嘅啫。所以基本上所有人嘅3運或者4運呢，都會見到以上嘅疊宮嘅。而會唔會引動到個遷動之象呢？就要睇翻有冇一啲四化或者一啲動象睇到啦。咁睇翻我自己個 case 呢，原局田宅宮有向心忌發射入子女宮，用田宅宮立極，子女宮為田之遷，亦即係家門外嘅意思。發象翻交友宮嘅新年忌，咁原局呢都會顯示到呢，我個人係比較容易因貧伴、男人或者小朋友離開原本嘅地方嘅。咁睇翻今個大運啦，大運遷移宮有自化忌入，都係發象大田，係一個好明顯嘅遷動之象。大運官祿宮疊遷移有新年權，可以代表工作上會比較多走動，因為我工作地點就比較固定，會容易應咗搬鋪。咁我間美容院呢，住居咗喺葵興有5-6年啦，喺期間呢，淨係喺葵興已經搬咗4次，都係搬返去葵興。而最重災區出事嗰個位呢，就係喺個大運田宅宮度。之前都有條片大概分享過呢，喺呢個宮位嘅星曜代表啲咩意思，今次就唔詳細講啦。咁喺呢個宮位最大問題嘅組象呢，就係新年忌同自化忌同宮。新年忌同自化忌同宮呢，會有一個輪迴嘅效果。田宅呢，可以代表一個命主嘅屋企或者公司鋪頭都可以嘅。咁呢個輪迴嘅效果放咗喺田宅宮度呢，就會構成係咁搬屋搬鋪搬屋搬鋪搬屋搬鋪。今次叫做搬遠少少，搬咗去荔枝角，希望平時搭多啲車，應咗個遷動象之後唔使搬得咁密啦。最後想推薦下長發搬屋嘅優質服務，真心全自費分享，完全冇廣告成分。我今個大運呢，真係成個大運啲搬遷都係靠佢哋噶，佢哋每次都好快手又企理，啲大隻佬溫柔細心又有禮貌，老細又斯文靚仔，收費又合理，真心推介。仲有7月份就係小店嘅6週年，到時會有好多美容療程優惠，經開荔枝角嘅朋友可以過嚟幫襯下㗎。